怎么置顶呢？怎么操作置顶呢？金币、银币、铜盘，来分享右下角3个点，有没有看到置顶？第三行有个图钉，置顶。你看已置顶我就跑到上面去了。已置顶，置顶是这样操作的。看影片，然后按分享右边右下边缘的地方3个点，按下去就是要分享。选最下面那一类，有3类，最下面那一类有个大头钉，但不是那个是图钉，有一个图钉的图，按下去就会置顶了。找看看有什么影片要置顶的。这个再试试看，这个是纪念金币，按右下角3个点，有没有3类？最下面那一类，中间那个置顶，有个图钉那个置顶，你看那个置顶。注意看跑到上面去了，有没有？置顶跑到上面去了。置顶是这样操作的。